呢度係維園年宵，最後一日嘅年宵人頭湧湧，而且仲要分批入場。呢度除咗有濕貨買之外，仲有乾貨買，亦都有部分攤檔可以買到新年用品等等。呢度係長洲，每年佛誕呢度會舉行搶包山比賽，吸引唔少市民嚟觀賞賽事。長洲都有好多唔同美食，出名美食就係長洲大魚蛋，上到觀音山山頂仲可以飽覽到無敵大海景嘅。